你有冇見過 Hudson's Bay 被搶購一空呢？全加拿大得返6間唔使執，有唔少貨都做緊大優惠。呢部咖啡機半價 ，gas 褸減咗成嚿水添。今日係我見過 Hudson's Bay 最多人嘅一日，呢度俾人掃晒，都掃晒。究竟仲買唔買到炒到成4500蚊加紙一條嘅 blanket 呢？咦 ，Hudson's Bay signature款彩色間條，原來呢條唔係，呢條都唔係。見啲毛巾俾人炒到咁就知冇可能有噶啦，枕頭都幾乎一件不剩啊！家品冇晒正嘢，都仲有家電、男裝、女裝、童裝、泳衣、鞋、寵物用品、藥節、護膚品、珠寶首飾，仲有加拿大而家最高話題性嘅風筒，都係未有折嘅。我覺得折完都冇話真係平到喊嗰隻，但就真係平咗嘅。不過呢啲清倉一向都係初期減得最少，之後都會越折越勁，但當然都會越嚟越少嘢揀啦。營運咗355年嘅 Hudson's Bay 都做唔住破產啊！你會唔會趁6月30號前去睇下呢？